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再一次用个热烈掌声给我们的主日学的孩子，还有这群老师们。有小孩的加入，我就觉得整个那个气氛就更加的活泼啊，更加的热情。那感谢神，让我们的教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在我们的当中，那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年龄层、每一个世代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那这群孩子，我们平常在主日的时候，他们同样也在儿童主日学，所以我们也除非你的孩子刚好在主日学，不然我们平常跟这些孩子跟老师也比较少会接触到。但感谢神，我们每年有一次这样子的儿童主日，就是让这些孩子们他们可以来到大堂当中，跟我们成人一起参与聚会，而且更重要是让他们来带领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。所以感谢神，让我们在今天有一个不一样的礼拜的体验，也用不一样的方式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在开始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，我们再一次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早上再一次的聚集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感谢你带领这群孩子来到我们的当中，跟我们一起敬拜、赞美你的美好。主啊，愿你赐福他们，如同他们刚刚诗歌所唱的，让他们每一位孩子在年幼就开始学习成为光明之子。主啊，求你带领他们，光照他们前面的道路，在他们一生当中成为他们的依靠跟帮助。主啊，也求你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时候，也求你来光照我们，透过你圣经的话语，再一次来启示我们其中的奥秘，也透过你圣经的话语，再一次给我们更新改变的力量。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跟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今天是就每年一次，刚刚有讲，每年一次我们有儿童的主日，儿童主日学的主日。那除了是儿童主日之外呢，其实它也是教育主日。那我想在讲到教育主日，我想教育不仅是信仰的教育，我们在家庭的教育或在学校的教育，对一个孩子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。但是当然我们在这个教会的群体当中，我们谈论的是如何在信仰当中来帮助这些孩子，如何在信仰当中来教养这些孩子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读了一个圣经的故事。你可能会想说，今天是儿童主日，刚刚小朋友唱歌这么的可爱，这么的活泼热情，怎么今天看了一个杀头的故事啊？跟今天的儿童好像不大一样哈。这个今天看的是一个有点可怕的故事。但今天这个看起来很可怕的故事，却是一个家庭的故事。这个家庭，我们看见我们孩子带我们读，我们看到有希律王，看到这个女孩的妈妈希罗底，还有这个女孩，他们组成了一个家庭。但是在这个家庭当中有很大的问题，有很大的一个冲突，导致于最后这个施洗约翰他被杀害了。当然我们一般在看这段经文，我们会去分享说施洗约翰他殉道了，施洗约翰在这个时刻他要成就某些事情。但是今天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们透过这个圣经记录的故事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家庭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们在带领他们的下一代，他们在教育他们的下一代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以至于发生了这么可怕而且令人难以想象的一个故事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透过这个主题来分享这个圣经的话语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叫做生命的典范。我们再次来回顾一下我们刚刚所看的经文。这个希律呢，他曾经下令要逮捕施洗约翰。那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希罗底，因为这个妇人。那希律为了要讨好这个希罗底，为了要让这个妇人可以喜欢上他，可以跟他在一起，以至于就做了这件事情。但其实我们在读圣经，你会发觉，其实希律不讨厌约翰，甚至他很喜欢听约翰的讲道，他甚至很喜欢听约翰讲一些真理的话语。但是碍于他喜欢这个女生，所以呢，他不得不就把约翰关起来了。而且经文这么记载他说希律娶了他的兄弟腓利的妻子希罗底，所以代表这个妇人不是希律原本的太太，这个妇人是他的弟弟腓利的太太。
在当时的文化当中，在当时的律法当中，规定一件事情是：如果你的兄弟过世了，但他的太太还在，你身为他的兄弟，你可以把他的妻子娶过来，成为你的妻子。OK， 当时的律法是这么规定。但是希律王他把这个希罗底娶过来成为他的妻子的时候，但是非利是还活着的，所以你看到他用一个不好的手段，用一个错误的手段把他的兄弟的妻子抢过来。所以第一个，你先看到希律跟希罗底他们不是一个正常的关系，他们虽然好像看起来组成了一个家庭，但不是一个正常的关系所组成的。而后面我们看到这个希罗底的女儿。希律宴请很多客人嘛，然后文武百官都来了，然后一堆达官显要都来了。那大家酒酣耳热的时候，希律就说：“我们来一些娱性节目好了。”OK， 那这个希罗底的女儿就出来了，出来跳舞。那希律王跟这些客人呢就很开心，哇，好开心哦，吃饱喝足，然后还有美丽的舞蹈，哇，很好看。那于是希律就跟这个女孩说：“我给你一个礼物。那这个礼物呢，就算你要我王国的一半分给你都没有问题。”其实希律根本没有这个权利，他拥有的土地也是分封给他的，是上面皇帝给他管理的，所以他其实也没有权利说我把我一半的给你。但是他那时候很开心，冲昏了头就跟这个女孩说：“我一半的王国给你也没有问题哦。”但这个女孩她的反应是什么？她没有说：“对不起国王，我希律王，我承受不起这样贵重的礼物。”或者是如果我们看古装剧、宫廷剧。那通常，比如说公主或者是一个这个要领受礼物，他们不会说太棒了。他们通常可能说什么皇上这个万寿无疆啊，或者是寿比南山啊，就是称赞国王的话，或者是祝福国王的话。但是你看这个女孩，她第一个她也没有跟国王道谢说谢谢国王，你要给我一个礼物。反正她马上头也不回就跑去找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国王给我礼物我要什么？”你先看到这个女孩，她也没有自己的判断力，她也没办法自己做决定，甚至她分不清她自己想要什么，以至于最后你看她就跟妈妈讨论之后，妈妈就说：“我要那个施洗约翰的头。”那于是呢，这个女孩子立刻回来跑来找希律王说：“把施洗者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。”言下之意就是把那个约翰把他杀掉。那这个经文呢，它只写说希罗底的女儿，但是在研究历史的这个犹太学家，他们有记录下这个女生，这个小女孩的名字，她的名字叫做撒罗米，她的名字的意思叫做平安。这个撒罗米的意思，原本名字叫做平安，所以代表她的妈妈、爸爸原本在帮她取名字的时候，希望这个女孩她是一个活出一个平安的人生，希望她跟别人相处是可以和平友善的相处的。但是你看这个女孩的生命却完全的相反。王说给他礼物，但连一句感谢都没有。当说要什么礼物的时候，说我要这个人死。你从他的生命看不出任何的平安。我们知道，当一个孩子出生，我们在帮他取名字，有时候我们都会帮他赋予一些特别的含义或特别意义，希望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，他可以像他的名字一样，活出这样子美好的生命的品格。我想当初这个萨罗米这个女孩被取名也是这样，希望她是个很平安的人，很和平的人，和平的使者，但却完全的相反。而且这个女孩她大概可能最多可能就14岁、12、13岁，大概就是这个年纪而已。你想一个12、13、14岁的女孩，她居然对于要结束掉一个人的生命，她好像也没有什么反应。她跑去找王，就说：“就让这个人死吧。”我不知道在这一拜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，一个社会新闻，台中发生一个17岁的年轻人，然后他去找他前女友复合，但复合不成就拿刀把他砍死，砍了30几刀。然后他被抓之后，他第一个反应是说：“我后悔了，我下次不会再杀人。”什么叫做下次不会再杀人？你知道这个社会当中，很多的年轻人，甚至很多的孩子，在这个越来越纷乱的时代当中，越来越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他想要的，甚至什么是他在这个世界当中他被期待的。
那个新闻当中，你知道每次社会新闻都会这样哦，就会去采访他的家庭，他的家人就出来说：“我的儿子很孝顺啊，我的儿子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”在爸妈的眼中、家庭眼中，觉得他是个孝顺的人，但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事情？还是爸妈他在他父母眼中的孝顺，跟我们所理解的不大一样，或是他所接收到的孝顺应该是什么样子？这个之后我们后面的分享会稍稍讲到这件事情。但是回头来看，萨罗米也是，他的名字被赋予叫平安，但是当他要面对一个人的生命结束，当他要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看起来是很可怕的事情，但他好像不眨眼的就做出这么决定，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好像没有活出来。而且刚刚他说他出来跳舞，在当时女生是不会随便出来跳舞的，而且她的身份可能还是一个公主。当时的舞者跟现在不一样，在当时的舞者是一个比较低贱的一个职业。所以他如果既然是身为一个希律王，姑且不说他的女儿好了，是他的侄女好了，他也不应该出来跳舞的，但他却出来了，而且他妈妈叫他出来跳舞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很纷杂的家庭关系，甚至是很错误的榜样，让不仅是这个约翰被杀了，施洗约翰被杀死了，更是毁坏了这个女孩她生命的，更是毁坏了这个女孩她未来人生的道路。这个故事的悲剧不是说施洗约翰殉道了，更悲惨的是这个女孩的未来也死掉了。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个经文，虽然看起来是个很可怕的故事，但也一起让我们思考：我们身为父母，身为阿公阿嬷，身为长辈，甚至你说我没有孩子，但是你身旁的家族一定也会有孩子，一定会有孩子。我们可以怎么样成为一个榜样？我们可以成为怎么样的一个典范，让这个世代、下一个世代的孩子看见，他们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。所以第一个要分享的是，我们的榜样会影响孩子的心态。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榜样会影响了这些孩子的心态。刚的经文说，约翰屡次指责这个希律王，说你占了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对的，所以希罗底对约翰怀恨在心，想要杀他，可是不能如愿。约翰是个很有良心、良知，跟希律王说你这样不对，但是却造成旁边这个希罗底怀恨在心，他内心的苦毒就存在，内心的埋怨就在了。其实说到底，他是做错的那个人，他是有不对的地方，但是他却认为这个约翰怎么讲真话？约翰怎么可以破坏我跟希律的关系？约翰怎么可以这样随便参与我们家庭的关系？所以你看经文，他说他想要杀他，怀恨在心。那个怀恨、想杀，在整个希腊圣经的原文当中，他是一直不停的想要杀，一直不停的埋怨，一直不停的怀恨在心。所以当希罗底知道说，这个约翰一直在跟这个希律讲这些事情，他就一直内心就产生一件事情：我要除掉约翰。我对约翰有愤怒，我对这个约翰我就是不喜欢他。所以他的内心就是充满这件事情，他的内心就是充满了这些怨恨、苦毒。所以我们看接下来经文，你就会看到那个女孩去问那个妈妈说什么？那我要拿什么礼物？妈妈就说我要施洗者约翰的头。女孩就马上跑过来说，把施洗者约翰杀掉，然后把这个头放在盘子里面。你接着看这个经文25节，在这个经文当中1节而已就出现了2次的立刻。女孩立刻去找母亲，找王，然后跟王说：“你立刻把施洗约翰拿来。”你可以看到这一对的母女，她们多么急迫的想要杀掉约翰。这对母女，她们的内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？所以希罗底身为一个母亲，她身为一个母亲，她带给她的孩子什么样的价值观跟生命教育？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件事情。希罗底她是一个妈妈，但是你从她跟她的孩子的对话，甚至她孩子的反应，这个妈妈给了这个孩子什么样的价值观，给了这个孩子什么样的生命教育，以至于这个女孩萨罗米，她就算听到了说把头拿来，她也顺从。
假设如果有一天我父亲说，我爸说要给我一个礼物，啊，我说要一个礼物哈，然后我就跑去问我妈说，哎妈，我要什么礼物？然后我妈说去把那个人头拿来，然后我说哦，好，没有问题。不大合理啊，对不对？当我们听到说把一个人头拿来，你就会想，不对啊，我为什么要伤害一个人的生命？正常想法是这样，为什么要伤害一个人的生命？我为什么要剥夺那个人的生命？但你看这个撒罗米，完全想都没想，他不觉得这是错的，他不觉得这是有问题的，因为在他的家庭当中，在价值当中，在他的观念当中，他认为埋怨别人、不尊重别人、伤害别人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而这是他的妈妈希罗底带给他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我们来自于许多对于我们家庭的一些影响，甚至是家庭的一些要求，让这个孩子反而没有办法去肩负他该有的责任和做出决定，甚至看不出什么才是真实的。这个妈妈教导这个孩子说：“你就是要埋怨，你就是要恨这个人，你就是要讨厌这个人，你只要不想要，你就是要除掉。”这个妈妈的要求跟带给她的影响，让这个女孩她没有办法负责任啊。她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有多么的重要，她也没办法自己做决定，还回去问妈妈。她甚至也看不清什么才是真的，在她的生命当中，她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真的。所以，当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家庭，或是我们身为人的父母长辈，我们对于儿女的影响是一辈子的。有好的见证、好的正确的信仰的教导，我们才有办法去影响我们的下一代。所以我刚一开始其实说，这个故事不是只有约翰死掉了，其实认真看这个故事，这个撒罗米也死了，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了。他就在这样子的混乱当中，在这样的非常糟糕的内心当中，就去过他的生活。当然，我们会很期待，有时候我们很期待用我们想要的方式去带领我们的孩子，用我们很期待的方式，希望我的小孩可以照某些方式长大。但是，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，其实我们的孩子，甚至这些孩童，不会按照我们想要的长大。有时候我们期待说，他以后可以出人头地，他以后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社会地位，他可以赚非常多的钱，他可以拥有很多的事物。我们希望他可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，拥有许许多多他想要的事情。但我们要知道，孩子其实不会按照父母想要的长大。我们虽然希望他这样，但有时候跟我们所期待的不一样。但是孩子会按照父母的模样来长大。虽然我们有期待，希望他以后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做什么工作，什么样的社会地位，要表现得如何，但是更实际的，孩子长大会按着我们当父母的、成为长辈人的模样来长大。所以你看到在希罗底的生命当中，他这样子带领他的孩子，他这样子影响他的孩子，以至于他的孩子照他的模样来长大。一位已经已故的一个美国教育学家，他是社会学家，他有一本书叫做Children Learn What They Live， 就是用中文简单翻译就是孩子他们学习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学习长大。OK， 那当中里面有一首诗，里面有一首这个教育学家写的一首诗哈，然后原本是英文，那我有稍稍看了一下，他说。这个批评中长大的孩子，长大就学习定罪别人；在敌意当中，这个环境长大的孩子，他就好与人相争；在恐惧中长大的孩子，时常忧虑；在遗憾当中长大的孩子，学会自爱自怜；在嘲笑当中长大的孩子，他的个性羞怯；在嫉妒中长大的孩子，容易嫉妒别人；在羞耻中长大的孩子，自卑、羞愧。时常有罪疚感，但是他接着说，在鼓励当中长大的孩子充满自信，在宽容当中长大的孩子，他学习耐心，
在称赞中，在赞美中长大的孩子，他懂得如何去欣赏；在接纳当中长大的孩子，他懂得如何去爱人、爱身旁的事物；在认可中长大的孩子，他懂得如何喜欢自己；在肯定当中长大的孩子，他知道他清楚人生的目标在哪里；在分享当中长大的孩子，他慷慨大方；在诚实当中长大的孩子，他正直而且真诚；在公平当中长大的孩子，他知道什么叫做正义；在恩慈而体贴中长大的孩子，他懂得去尊重别人；在有安全感当中长大的孩子，他对自己、对别人也会充满信任；在友善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，他们就会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美好友善的地方。你从前面当中看，他说了非常多一些比较相对负面的事情。但你看到那个负面的环境，那个负面的结果，就最后影响到他长大会成为一个更加的负面，甚至是更不好的一个生命的境况。但相反过来，当他是生活在一个鼓励、称赞、被接纳、愿意分享、被肯定，在诚实、在恩慈、在安全感、在友善当中长大的，他会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态度，他会活出一个不一样生命的样式。所以这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如同箴言第20章第7节，他说：“行为纯正的义人，他的子孙是有福的。行为纯正的义人，他的子孙是有福的。”所以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下一代都在看我们怎么做，都在看我们怎么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身旁的每一件事情，也回应他们的生命。箴言告诉我们，行为纯正的义人，他的子孙是有福的。第二个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是，我们的选择也会塑造了孩子的未来。我们的选择也会塑造了孩子的未来。接着我们看那个经文，他就说，王听见了这个请求，他非常的苦恼。可是他已经在宾客面前发誓，不愿意拒绝女孩子的请求。于是侍卫就出去到监狱里，把约翰的头斩下，放在盘子里，带回去给希罗底的女儿。女儿拿去交给母亲。你看希律王其实蛮苦恼的，当他面对这个孩子所提出来的要求，他内心也是有苦恼的。但是你看到他的苦恼最大的根源是什么？他最大的根源是他在宾客面前起誓了，他对这个女孩已经说出来了，所以他拉不下脸，他没有办法去改变他所说的。纵使他已经看到这个孩子有一些状况了，看到这个女孩她的价值有出现一些错乱了，但他仍然拉不下自己的面子。所以你看这个孩子最后的决定是什么？就把这个头拿去给他的妈妈，这个悲剧、这个惨剧就发生了。当然，我们刚刚说希律王他其实不讨厌约翰的，他喜欢听约翰讲真理，但是他现在碍于面子的缘故，他现在碍于他自己生命的状况，所以他不愿意去改变这个决定。他因为自己面子缘故，他已经说出去了嘛，啊，你别虾米拢给你，你要什么都给你，一半我也给你，没有问题。但是碍于他自己的面子，碍于他所说的话，他以至于没有办法去改变了，以至于他面对这个生命，他也没有办法。而你看见希律虽然答应了这个女孩子的要求，他最后把那个头拿去给他妈妈的时候，这个错误的爱也让这个女孩学习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她可以随意的看清生命，她可以予取予求。反正我说什么，这个希律这个当爸爸他都会答应。纵使是在更糟糕的要求，他也会答应。所以这个很错误的爱，甚至说是很粗糙的一种爱，让这个女孩学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随便我就践踏生命，看清生命啊，反正我想要就拿到了。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，你就看到，刚再次看说，这个王他是非常苦恼的。刚说他的苦恼除了来自于他的面子的问题，其实他也对这个孩子也是同样也有非常大的苦恼。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，他说这个现代中文本他说非常苦恼。如果你看和合本，他是说王就甚忧愁。那台语版的呢，他是说这里王的心非常艰苦。但是不论是苦恼、忧愁、艰苦，在原本的意思都是痛心啊。希律王对于这件发生的事情，他非常的痛心啊，他非常的痛心啊。
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？刚说同样，希律的痛心在于他的面子，也因为他面子的缘故，让他逃避了他对这个孩子应该有的责任。他如果是一个真的是要帮助这个孩子，带领他走上一个光明的未来，他这时候应该放下他的面子才对，应该放下他的坚持才对，应该放下他所认为成功的事情，因为他觉得，如果我不信守承诺，那我在这些宾客面前，我觉得抬不起头，因为我就好像是一个，没有办法守承诺，不是一个很有信实的人。但是希律这时候他却爱着面子，他逃避了对这个孩子原本该有的责任，因着他自己生命当中的软弱，他逃避了他对这个孩子应该要帮助他的，而也因为希律的放纵，他痛心在于我放纵了，所以这个孩子怎么说出这样的答案？如果希律在过去的生活当中，他当他在聆听约翰的话语，希律喜欢听约翰的话语。如果这个希罗底的女儿也在旁边一起听的话，如果约翰不是那么放纵他的行为，不是那么放纵他的想法的话，那我想这个孩子当下的回答可能也不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希律王的痛心在于，我逃避了我对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该有的责任。因为我放纵了这个孩子，我把我的我把我的眼光放错了地方，以至于这个孩子最后做出了非常糟糕的决定。如果我们在陪伴对待这些孩子，我们只是用物质的方式来取代或者是交换真实的关系，那这会使得这些孩子们，他们没有办法建立出有关怀、同理、怜悯、分享的心，甚至他们也不会尊重生命，甚至也不会敬畏上帝。如果我们在带领这些孩子，我们在带领他们选择的时候，我们只是把眼光放在物质而已，只是放在成功而已，只是放在某些可以看得到的事情来交换我们跟他的关系，或者是在帮助孩子建立他生命的一个品格。那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，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让这些孩子们去建立什么叫做去关心别人，什么叫做我可以去分享，我怎么样可以去同理别人，我怎么样可以去怜悯别人，我怎么样可以尊重身旁的人事物，甚至是非常敬畏我们的这一位神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？我们有没有用信仰来建立他的关系？还是我们都只是看到眼前的而已，觉得我用这个小小的物质来，用小小的方式来建立他，建立我跟他的关系，建立他长远的关系？若是这样，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。在诗篇第127篇第3到第4节这么说，他说：“儿女是上主所赐的产业，子孙是他赐给我们的福分。人在年轻时所生的儿子，就像战士手中的箭。一个弓箭要有功用，代表它一定要射出去。如果那个弓箭放在你的口袋里面，那个弓箭只是一个装饰品，那个弓箭没有办法发挥出它的效用。上主赏赐儿女，赏赐孩童在我们的四周围。他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福分，但是这个还如同弓箭一样，箭就必须要被射出去，而箭要被射出去是要射向那个远的目标、清楚的目标。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眼界放在那个很快取得的、很短暂的在那个物质当中的目标，那很可惜，它永远怎么射，或你怎么射，永远都射不到那个真正最远的目标，因为太多你要的东西了，太多你想要追求的事物了，太多你觉得可以建立在那个短期当中想要得到的。有时候我可能刚好骑车会经过我们附近复兴国中、复兴国小，可能要去运动或者是路过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那个复兴国小、国中很多补习班、很多安亲班，现在9月刚开学。我就看到有几间安亲班外面挂了那个红布条 ，OK， 招生的广告很多。但我看到有几间的安亲班外面挂了小一早鸟先修班，他写小一早鸟先修班，而且字还写得很大。
会有血，代表有这样的需要，代表有这样的期待。我的意思不是说就都不读书，然后都不努力，然后就什么事都不做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而是如果我们好像很期待说，我在这个阶段我就一定要赢，我在这个阶段我一定要得到什么，我在这个阶段我就一定要建立些什么。其实，一个孩子的生命是要慢慢被建立，慢慢被建立，慢慢被建立，直到他那个最远的目标可以达成的。如果我们眼界一直放在前面那个短暂的物质的，一直放在前面，我们感觉好像很多可以让他选择的，那会非常的可惜。一个黎巴嫩的一个这个诗人纪伯伦，这个诗人他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诗集叫做《先知》。那这篇诗集里面，其中有一个短篇的诗叫做《论儿女》。那这个诗集可能有一些人看过，因为这个诗集的第一句非常的有名。第一句的这个诗句的第一行就是“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”。当然我不知道说前面这段，而是我要说这个诗集这一篇的诗篇最后面，这个诗人他说你是那弓，孩子是从你的弓上射出的活的箭。那弓箭手在无限中看见的目标，以他的大能，神的大能，将你弯成的弓。好让他的箭射得又远又快又远，让你在大能者手中弯成喜乐弓，因他怎样爱那飞出去的箭，也怎样爱那坚固的弓。上帝将孩子放在我们的当中，成为我们的箭，但是那个箭不是只有在箭袋里面，成为那个弓箭手，射出去清楚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目标。父母的责任、长辈的责任，我们身旁有孩子，是让我们帮助孩子可以到正确的方向射出，也只是看向那个更遥远、清楚的目标。一个人的生活、言行、品格，不是一个人成就可以定义的，而是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品格，他所活出来信仰生命的态度。所以我们当然都期待一件事情，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都很期待，就是我们会把最好的给孩子，这是一定的。我们今天会想尽办法把最好的给我们的下一代，但是最重要的这份最宝贵的礼物还是我们的信仰。我想我们不只期待我们的孩子可以在各方面都蒙神祝福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也要先学习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家庭，不仅承担孩子教养的责任，也承担孩子属灵的责任，让孩子可以在真理当中成长。我想，如果回过头，那个希律他真的是很听见约翰的话，他如果真的是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真的是一个愿意在真理当中而行的人，我想希罗底他的女儿撒罗尼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，甚至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在当中。所以我想，我们不只期待说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下一代，他各方面都很棒，都得着祝福，但我们也更期待我们自己要先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家庭。箴言第14章26节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，而那个避难所就是我们的神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所以生命的典范要由我们每一个人来建立，生命的典范由我们每一个人来建立。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”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”耶稣为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，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为了爱我们，为了拯救我们，为了保护我们。我想每一个孩子来到我们的家庭当中，来到我们的身边，我们也同样会爱他们，我们也同样想要保护他们。一个好的牧人会因着他可以保护，或者是可以照顾好一大群的羊，他可以感到非常满足。但是这必须要付上代价，要把一大群羊照顾好，要把一大群的羊看顾好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要花很长的时间。就像陪伴一个孩子长大，从他一出生到他真的可以成人了，到出社会了，成家立业了，其实要花很长很长的过程。所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们要陪伴，要教养这些孩子，不是容易的事。但不论我们现在的生命的阶段旁边是否有这些孩童，或者有这些孩子在，都愿我们可以谦卑，很学习委身在神面前学习智慧。让我们可以成为这个世代的属灵父母，来关心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带领他们有机会走在正路当中。最后，我分享一个在1993年他得过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道格拉斯·诺斯，他曾说，
长期来看，决定一个社会能不能繁荣富庶，不是看这个社会有没有英明的领袖，或者是有先进的科技。历史上的赢家，往往是因为在那个社会里面，大多数人有好的世界观。用我们在信仰角度来看，也可以讲成是长期来看，决定一个人他生命是否丰盛，那个人的生命是否有成就，不在于他有爬上多高的地位，他拥有多少的东西，而是他生命当中的得胜是在他所处的环境，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念，对于他的价值的观念，对于信仰的观念是正确的，他才会是生命的得胜者。所以，在箴言22章第6节，我们很熟的一个经文，告诉我们：教导儿童走正路，他自幼到老，终身不忘。这是一辈子的事情。当你教导了一个孩子，你引导了一个孩子，他会从他年幼的时候，一直到他年老，到他最后生命要结束的终点，都是可以领受到这份宝贵的恩典。教导儿童，教导身旁的孩童，走在上帝的正路当中，让他从小到年轻，到出社会，到他老，都不忘记这份宝贵的恩典。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人，特别我们身为家长、身为父母、身为阿公阿嬷的，愿神大大的赐福在我们当中，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美好的赐福，让我们可以陪伴我们的孩子，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，让他们可以学习。这时候，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之后，我们要为了几件事情，我们一起来。